迄个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7月17号，今仔日是诗篇15篇，创世纪12章第10节到20节，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献祭。献祭伫咱现代的教会讲是奉献，大部分人拢甲焦点放伫金钱。但是事实上，咱若转去伫圣经原始在讲到献祭，其实所讲的是性命吼。伫摩西的律法中间规定，祭的祭典拢是用精生的性命来献祭，成做一个代赎者。伫传统的原始宗教内底，甚至伫圣经的中间，也捌提到着人用家己的囡仔的性命来献互巴力偶像，希望安尼会当来互这个偶像生命的受气来刷去，安尼人会当得到平安啦吼。这个情形嘛发生伫拄啊。受到上帝呼召来军队上帝亚伯拉罕身上，伊献的毋是囝，因为伊当初时并无囝啦吼，伊献的是伊的某撒来。咱可能感觉真奇怪吼，咱真足来读创世纪12章第10节到20节的记载。当亚伯拉罕第一届去到伫迦南地的时阵，所拄到真严重的饥荒，伊就失去信心，就落去到伫埃及地。但是呢，伊阁惊伫埃及会去互埃及王甲伊杀，所以就要求伊的太太欺骗埃及王讲伊是伊的小妹，伊隐瞒用安尼会当来得到平安免死。咱来看经文安尼讲。迄个地饥荒真严重，亚伯拉罕就落去伫埃及，架骹伫遐。特别到埃及的时，亚伯兰对伊的某撒来讲：“我知影你是生做真水的妇人人。埃及人若看到你，会讲这个是伊的某，因会甲我杀死，互你活地。拜托你讲你是我的小妹。”互我通因为安尼平安无事，免互人杀死。亚伯兰到这个埃及的时阵呢，埃及人看到迄个妇人人有够水，法老王的人神看到伊，就伫法老的面前讹落伊的水。迄个妇人人就互人带到伫法老的王宫。法老因为这个妇人人好款待亚伯拉罕。亚伯兰就得到牛、羊、公的驴、甲母的驴、骆驼，以及牧人甲奴婢。上主因为亚伯兰的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厄伫法老甲伊的全家。法老就叫亚伯兰来讲：你若对我做即款的代志，无甲我讲伊是你的某，是安怎你讲？伊是你的小妹，煞害我带伊，要甲伊带来做某。打你的某伫遮，带转去。我就命令部下送亚伯兰伊的某甲伊一切所有的来离开。上帝捌，因为要改掉当初时的人献人性命的歹习惯。所以，并且伊当时要考验亚伯拉罕，就要求伊将家己的独生囝以撒来献予上帝。现在伫摩西的传统内底是祭司来执行，因为因是利未的家族，是祭司亚伦的家族，就是受到拣选要来服侍上帝，并且为着人来献祭赎罪。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提到着大祭司甲未基洗德的无共，因为大祭司是人所拣选的，是上帝指派的，但是伫本身却是软弱，常常犯罪来失灭家己。基督呢，就亲像未基洗德共款，成做永远的大祭司。
并且为着人来献祭，一摆就来成就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逐个大祭司拢是对人中间拣出来，受指派替人服侍上帝，为着因的罪献礼物甲祭品。大祭司因为伊本身伫各方面拢软弱，所以会当体谅无知甲失败的人。也因为安尼，伊有义务为着人民嘛，为着家己的罪来献祭。无人家己得到大祭司这个尊贵的职分，只有亲像阿伦互上帝选调，才会通得到。相款基督嘛，毋是家己争取大祭司的荣耀，反倒当是上帝对伊讲：“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”伫别位，伊嘛有讲：“照未记洗德的班次，你永远做祭司。”耶稣基督正做世间人的献祭，互人因为伊这个救赎大赎来正做恩典，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诗篇15篇，上主啊，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宝片？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无用嘴唇中伤人，伊无陷害朋友，无使假造谣诽谤厝边。伊的目睭表示做歹的人，毋顾尊重敬畏上主的人，伊咒詛。虽然家己吃亏嘛无改变，伊钱借人嘛毋是为着利息，伊无受暴露陷害无辜的人。做这款代志的人，永远徛伫。感谢上帝赐阮救恩，互阮会当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来得到赦免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通坚定来相信，行伫主的正道顶悬，来得到主的救恩，并且愿意用全性命来服侍上帝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